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边呢，我想跟大家在线上做一个互动 ，OK？ 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看得到这个观看人数，但是我想好奇的呢，你身旁多少人跟你一起看这个直播？所以呢，你可以在下面我们影片区的下面留言，比如说好，这个余文师1人，比如说这个余牧园3人。对不起，余牧园长老3人，代表他旁边有几个人，对不对？这样我们好像可以知道说，你身旁有多少人跟你一起敬拜，你身旁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聚会。你可以说，办公室多少人？不能讲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我看到中圣只是有回乘3 ，OK， 这样也很棒，3个人，我们知道哇，原来中圣哥3个人一起聚会。在这个时候呢，哇，我也看到静轩也有回应了，小编这边有回应的，感谢主。在这边呢，我不只是希望这个留言上都是平安，因为大家越讲越平安，这样是非常好的。可是呢，我们要在线上有多一点的互动，怎么样互动呢？刚刚我们在台语的敬拜的时候，我有鼓励大家，你可以在线上在留言区下面留言，这个陈牧师，我祝福你身体健康。比如说，潘牧师，我祝福你，你要瘦下来哦 ，OK。那个潘牧师，那个橡皮筋的魔术要更多哦，对不对？然后欧牧师，我都有在听你的教导，哇，好棒！你可以赞美，你可以说，哇，何牧师，我好想你，你辛苦了，又要照顾小孩，又要预备讲道片，你辛苦了。你可以祝福你的组员，你可以祝福你的家人，你可以祝福你的朋友，在线上透过留言区，我们可以有互动。即便是待会我在敬拜的时候，即便是甚至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你都可以留言，不会是只有贺好平安贺好平安而已，一定是非常多的留言，把你的心里面的话透过线上。我们即使在线上，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之前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安的时候跟彼此握手啊，跟彼此拥抱，但是我们在线上，我们就利用这个留言区跟彼此我们的肢体跟弟兄姐妹来互道平安，互给祝福，阿们。所以我刚刚有看到，有些人身旁有家人，有几个人的，有5个人的，有4个人的，跟你身旁的人说，甚至只有你1个人的，你也跟自己说，我要来专心的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 ，OK？ 一起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要敬拜他，预备好一个你最喜欢、最舒服的敬拜的姿势，就是要来敬拜他，阿们。今天我们要唱一首新歌，我们要来学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可以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荣耀他，我们要把赞美献上为祭，带到他的面前。阿们。跟你旁边的一个嗨拜说：“你真的很棒呀！”你真的很棒。一起来唱。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从头再一次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哪里出产的歌，你把它留言区打出来，某某歌叫什么歌名，我就知道你知道了。一起来唱，来！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一起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赞美是不被限制的。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
我本来要戴隐形眼镜，你知道，因为戴口罩唱歌眼睛会雾雾的。但是我戴隐形眼镜，我觉得眼睛不舒服。神告诉我说，你要戴眼镜，我要戴眼镜来教会，我预备好。神让我有一个预备好的心，要来赞美他。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就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主生命，赞美主。哇，有人留言嘞，秘密在天地和地，没错，就是赞美之前。你心是广大，灵命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膏油救庇。是的，神的膏油要永留在我们当中。再来说，让我们献上赞美礼，可以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膏油救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这首新歌。我们要献上为祭，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歌声，把你的肢体，你站起来，你站起来，跟我一起来敬拜，神会大大的祝福你，阿们。从头来说，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和。是的，主啊，你的心是广大，哈利路亚，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你们来唱，让我们要欢呼大喜乐给他，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膏油救庇佑。再一次再来唱说，让我们要献上来，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膏油救庇永留在。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起应，好久没有来起应了。我唱一句，你们跟我一起唱，阿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你的声音，预备好你的身体，就是要来敬拜他。一起来说，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来，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我们要不停赞美，不停赞美，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再来最后一首，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让我们献上赞美礼，可以敬拜在爱里，十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的喜乐，让我们
的膏油要永留在这里，神的膏油就必永留。跟着跟神说，神的膏油要永留到我的家里面，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好的，路亚弟兄姐妹，再一次不要怕吵到邻居，不要怕吵到家人，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哈利路亚！戴口罩唱歌，又戴眼镜，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线上赞美是我们最需要的。预备好了吗？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不分年日，万物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有。最后一次，真的是这样一次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设定时代在你眼中万物大喜乐。让我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有。给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神。如果你是刚敬拜当中才加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已经有一个祝福行动的开始，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看留言在看直播的同时，一起来留言，祝福你身旁的人，祝福你的组员。如果你不知道要什么话语来祝福他，你用神的话来祝福他。马太福音第5章第1到10节，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8福。耶稣这样教训他的门徒，跟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疫情之中，在3级警戒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爱主的心不减少，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信心不灰心。我们即使看见新闻媒体这样报道，台湾是多么的严峻，世界是多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对神依然存有爱心，存有盼望，神终必会掌管这一切的，阿们。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疫情之中，我们不要失去爱主的心，我们不要失去爱主的心。在疫情当中，我们更不要失去传福音的热情。在疫情之中，我们更需要预备好自己，更需要持守住这颗爱心。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即使现在依然我们是处于在疫情之中，但主，你给我们的爱心是不减少的，主，你给我们的热情的心是不减少的。我们不胆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保守我们的神，你看顾你的子民，你更看顾这你所创造的土地。主，这世代是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事物是你所掌权的。主，你必不让我们深陷在这当中。主，你要救我们脱离这凶恶。谢谢主，主，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要得到饱足。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荣耀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敬拜他。我们要说，让神的爱，让耶稣的爱，圣灵的爱来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圣灵的浇灌。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圣灵依然与你们同在。神的灵就在你心中充满着你，哈利路亚！
来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再一次呼求耶稣的名，跟耶稣说：来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我呼求你。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让神的儿子以他生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力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生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我们唱第二段说：扬声欢呼赞美。哦，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命，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再来呼求他的名，说：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再次举起你的手来呼求耶稣，把你的困难来到神的面前。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他，交托给他，说：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让神的儿子爱来回报我们，神的儿子以他生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是的，主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生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再次呼求他，说：耶稣，哦，耶稣，主耶稣，就充满我们。
敬拜他，呼求他的名，说耶稣，你来充满我们。耶稣，主耶，主你触摸我们的心，就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主充满我们。最后一次呼求他的名，说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主，我们要说你来充满我们。主，你的圣灵现在依然继续做工在我们当中。主，透过线上，透过直播，你的圣灵充满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充满到每一个看他直播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知道神的灵是不分限制的，不被空间时间限制的。主，愿你今天透过敬拜，透过诗歌，也透过牧师的讲道，再一次触动我们的心，做你奇妙医治恢复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来报告本会消息：一、右上教会公告，括弧一，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为了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都暂停到7月12日为止。但周三祷告会、周六青虫、主日台语和华语礼拜，我们都会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聚会。敬请大家务必配合。括弧二，线上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A. 回报各组线上小组聚会人数。B. 学青牧区、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务必帮助孩子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条件，以免影响孩子的权益。括弧三，虽然在疫情期间不能实体聚会，但请弟兄姐妹仍然善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以下5点：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以及奉献不停止。括弧4，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利用以下方式来奉献：A. 各项奉献袋可以自己集中，每月一次拿到办公室奉献。B. 有参加小组的兄姐、小组长，如果方便，可以协助代收和代转。C. 兄姐也可以利用周报封面的银行账号奉献，但转账后请联络办公室陈备分干事，告知奉献项目，以便周报登录。括弧5，在疫情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小心防范，但不要惧怕，请大家更多祷告，更多彼此关怀，以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2. 本主日下午3点30分召开7月份线上长职会，敬请全体长职出席，单位首长及同工列席。3. 本会有设计一份一起相挺
商家名单，让会友能够了解资讯，并在疫情期间给予多一些支持与惠顾，一起度过难关。4. 本会从7月份开始，每日早上5点30分持续进行线上早祷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5. 本会有录制赞美操的影片，放在教会的 YouTube 频道，让兄姐在家也能用肢体一起赞美神，欢迎大家上网观看。6. 本会为教会庆祝社教70周年，举办右昌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甄选以及歌曲创作甄选活动，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详细报名表请下办公室索取。2. 肢体消息，互助社跨1社员安心低利率贷款12万元，年利率2.4%，即日起至8月31日截止。跨2社员在职军警公教贷款30万元，年利率3.6%，即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跨3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贷款或转贷，请向互助社洽询办理。跨4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绘画比赛，请本社6岁至12岁社员踊跃参加绘画比赛，开放收件到7月23日。比赛须知，欢迎向互助社洽询。以上是本周报告，接下来是讲道时间。今天的讲员是陈建岳牧师，他要分享的主题是闲情逸致，闲情逸致。让我们一起欢迎陈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一起欢喜敬拜。现在是疫情期间，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线上敬拜，而且我们教会也能够有很多的这些人才一起来带领我们。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应该网红越来越多我们潘志豪牧师也应该可以成为网红都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歌手我们不仅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余文诗也是我们的布隆的基督徒歌手。那今天我们要欢迎从泰雅的基督徒歌手松心怡姐妹，我们请她来为我们献诗来赞美神。我们来欢迎。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观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
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过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过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拍掌感谢我们献诗的团队啊，包括我们的司琴、弹吉他，还有我们献唱的牧师真的非常羡慕文师他们夫妇不仅文师会唱他的太太心里两个都是基督徒歌手像我师母比较会唱牧师唱的声音就真的不行真的能够唱诗赞美神是多么棒的事情借着诗歌让我们的心受到很大的感动鼓舞。感谢主牧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是在6月29号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圣灵突然给我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闲情逸致，闲情逸致。那我躺在床上就想了好久，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要对我说什么？那我在想说，在疫情中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呢？还是神要告诉我说，虽然在疫情中，你需要调整自己，你要把握机会来享受神给你的另一种闲情逸致。我在想这个事情。那或许我们要想说，可能过去我们太闲情逸致了，所以在导致今天闲情逸致，这个逸是不一样，就是瘟疫来到了逸致所以我就陷入很长的一个思考，反复思想，那直接进入我的一个脑海的画面，就是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犯罪的故事。大卫犯罪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下11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耶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
8:48，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好，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心中。感谢主，今天牧师因为这个感动，所以用闲情逸致，另外一个是闲情逸致，就是瘟疫就来了，灾难就来了。那首先牧师要放一个就是巴奈顺子的漫画作品，觉得他真的是太天才了，画得很可爱，而且把我们描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可不可以把它放出来？我们来看第一章，一场疫情，全民变成了大厨，真的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就开始做这个做那个，很多人都变成大厨。那医护人员变成了战士，因为每天都要作战。好，再来，老师变成主播，现在在家上课，所以老师不是闲闲没带子，在家里面他要用现在像 Google Meet 的交易版，他们都要设计课程，也要教课。那家长变成什么？变成安亲班主任，因为孩子在家里面真的每天都是爸爸妈妈不在，翻天覆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就是如此。再来，孩子们依然是神兽，他们光明正大的捧起手机和平板，玩得很开心。这个家长们、孩子们把它认真看了，因为这个时候有时候爸爸妈妈太忙了，没办法，就任凭孩子一直看。当然要小心这个看得太多，对孩子真的眼睛各方面都有伤害。也要提醒大家要对孩子有一些约束。好，再来这一章。所以神奇的是，警卫变成哲学家。他问说，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讲到我们灵魂深处的问题。你是谁啊？你从哪里来啊？你要往哪里去啊？这个不是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在问的问题上帝在问的，那我们也在问的问题所以这些警卫每天都要重复这些话语他们真的是哲学家了。好，再来最后读书考试的时候一味求高分，原来发现现在是什么？0才是满分，0死亡，0感染，0确诊。最后一章来，原来我们过去拥有的简单生活，其实就是幸福美满。我们一直在追求要什么有什么，其实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最珍贵的东西是有，是有吗？不是，不是有，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难。阿们，感谢主我们看的这个巴奈顺子真的很天才也让我们会心一笑那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这个闲情逸致，首先就是正如我在反复思想的时候真的我们在疫情中要闲情逸致吗？还是真的要闲情逸致？我们现在很多人居家上班，有的人工作量减少了减班减薪有很多时间都留在家里面。那我们也不能到处趴走还是在家里面最安全我们绝对不能群聚，因为真的风险很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病毒你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应该调整我们自己，在我们在家中也要怎么样在家中过得很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有闲情逸致那我看到一则对话，就是一个司机跟乘客的对话这个乘客因为要去某个地方比较急，要开会他坐的这个计程车他就一直问司机说：“司机先生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到呢？我来得及开这个会吗？”他很紧张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充满紧张充满压力。那这个司机就跟他回答说：“没问题了，没问题，很快就到了没烦恼了，没烦恼了这个司机知道他有一点紧张要缓和他的情绪他就跟他讲说跟他聊天呢。我们现在人工作压力真的是很大，工时长薪水又没有跟着涨。那像我家有3个小孩要吃要养要读书所以我这个开车时间拉得很长一天都超过12个小时。不过每天的日子还要开心过你不开心过你痛苦过还是要过他这样讲。然后他又说我们换个角度想像我今天出来开车其实客人付钱请我出来玩我应该感谢他。我一大早载到你而且可以载到淡水，太棒了这个载得很远，而且等一下下了淡水你去开会我刚好可以看着海回家欣赏沿路的这个美好的风景，甚至我还可以停下来买一杯咖啡来享受。哇，这个司机先生其实他就是在调整他的心情。虽然在疫情没有什么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让自己开心最近那个天主教的教宗他放祭课，他就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都要多一点时间在家。那我们要把家成为一个很棒的环境，在家里面是一个和平没有征战的地方，一个拥抱但是要保持纪律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的环境。你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祷告、默想、祈求、感谢、赞美、恳求的地方。你要让你的家成为学校，可以阅读，可以写作，可以绘画，可以学东西，可以教导孩子。你可以让你家成为一个可以充满喜乐听音乐，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运动的地方。你可以让你的家好像那个商店一样非常干净，非常有秩序布置的美美的可以把一些东西要整理一下，不要的丢掉可以送给人就送出去。你可以让你家成为餐厅餐厅我们都是为什么要到餐厅？比较有气氛。其实我们也可以让餐厅更有气氛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些新的菜色，我们可以制作一些食谱，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拈花惹草可以种花草这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让我们更心情更好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让我们在家里面让家里面更温馨充满快乐。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是教宗在鼓励大家能够调整这样的生活。之前我看到一篇夫妻生活的一个文章，那这篇文章也是在描述他们
现在在疫情中在家里面到底怎么生活？他说这几天都下雨天气凉凉了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就睡得久一点发现醒来的时候奇怪，老公怎么没有睡在身旁？老公去睡在客厅的沙发。他说：“哎，老公你怎么没有跟我一起睡在沙发？这很辛苦哎。”他说：“不会啦，因为我看我要进去的时候，我看你睡的这个双手一打开两脚一打开很享受的样子我怕吵醒了你倘若我给你推一个位置你就醒过来了，所以我干脆就睡沙发。”哇，这个时候这个太太听了真的很感动哇，很久没有这么体贴的老公好像回来了那这个太太她就在讲，我们现在夫妇在家这个本以为说惨嘛，这个我们这么事都在家，以前有时候常常的都会口角，现在可能冲突更多，但是他非常感谢，反而大家有一种相依为命、同舟共济所以每天一起做饭，一起运动，一起整理花草一起听歌一起跟那个孙子哇视讯在聊天一起在分享这个疫情，一起看这个电视播报疫情好像一种梦似的感觉。那夫妻更珍惜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光，所以现在在家里面，他们就觉得没有想象意外的家庭感觉很幸福的感觉因为要煮饭了，现在没有东西了老公说来，我现在马上去买，他马上戴着口罩，马上全副武装就准备去前脸去买东西好，这个大车声音呢响了，哇，这个少女的祈祷，他就来那个垃圾还没到，我赶快去倒看到他的先生过去都在工作忙碌，但现在家里面他很多时间可以帮忙，心里面感到非常感谢。而且刚好遇到了这个端午节我两个人就去买这些做肉粽的东西一直想要自己来做肉粽。小时候过去在乡下都做的现在都忙没有做这个先生比较会做太太包的可能是哩哩啦啦那他就教他怎么做得更好，结果整个端午节就能够有香喷喷的肉粽可以享受。所以疫情虽然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给我们更多家里面的时光一起在家里面享受在家的生活。所以现在年纪大了不会了，但是两个一直在学要怎么用论用 Google Meet 啦，用很多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开始就要去学习。所以过去夫妻因为工作忙碌，好像感情没有那么亲密，现在反而是更亲密了。所以当我们在疫情中，其实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情。我们在家里面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能够过闲情逸致的生活闲情逸致的生活。奉主的名祝福你，能够在疫情中在家里面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时间在家里面，不是要吵架不是要痛苦，乃是要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的，我们能够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可以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可能你有一点时间一起泡个茶，喝个下午茶，泡个咖啡吃个好吃的东西，那好像是神给我们的另外的一个祝福愿上帝赐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但是第二个牧师要讲的这个就不好了闲情逸致闲情逸致我们在台湾因为这1年多来，坦白说我们在整个世界是被公认的
防疫的模范生啊，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哈，人家都变成给他叫成是顺时钟哈，他的民调支持度好高啊，他真的是在台湾成为一个最红的一个政治人物哈很多人要推他要选下一届的台北市长哈，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大家以为我们守得很好，我们一松懈的啊，我们一安利了啊，我们一闲散了，我们一放松了，事业下行，没有想到一个诺富特饭店的一个破口就烧到万华茶艺馆的破口，就带来了台北、双北的重灾区，那甚至疫情遍布整个台湾。现在我们染疫的快要14000，那死亡的超过600个。我们的全世界防疫最近你又看到报道，调到世界后段班变成44名而且7月12号不见得能够降级，能够解封，因为疫情反而这里烧那里烧，一下是北龙，一下是枋山，现在又环南市场，现在又台北这个虎林街的永春市场，好像没有那么乐观所以我们今天台湾这个疫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么艰难好像是料不到，但是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牧师要讲的这一句话：闲情逸致闲情逸致，就是大家安逸、松懈闲散，甚至是重情这个灾难就来了今天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下大卫犯罪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圣经所描述的就是大卫因为他的仇敌越来越少等于是没有什么战情了，西线无战事了所以他就开始闲散了，他不亲自去督军他就把他交给他的下属耶尔，然后他自己在宫内怎么样睡大觉圣经讲说他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太阳平息就是睡到这个天快要暗了，太阳已经平息了，夕阳了，真的是太闲散了所以圣经讲说大卫从床上起来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拉蛇了太闲了在走来走去他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这个撒旦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很凑巧，但是这就是撒旦魔鬼的厉害，让你不知不觉看到哇，一个女孩子在沐浴，而且她长得很美，她就被吸引她就心就动了淫念，她就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请人去打听，哇，她是以莲的女儿，她结婚了呢，她嫁给这个赫人乌利亚呢。那但是大卫因为动了淫念，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所以他就请人去把这个妇人接过来，刚好他的月经刚洁净，所以哇，两个人就在那里就发生了关系他们同房了，这个88就回去了。后来就有人告诉他说他已经怀了孕了。哇，这个事情就是大卫真的是太闲散了古时候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饱暖思淫欲就是当我们吃得饱睡得软的时候，人就是开始就会有这个情欲的这样冲动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大卫他离开了他原来战争备战的状态，他卸下了心防他的防卫机制没有了，所以防护力没有了，好像那个病毒就入侵了就入侵了，我们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就入侵了
撒旦就是像这样趁虚而入啊，趁虚而入。一个有权势的男人最大的弱点破口，除了金钱以外，其实就是酒色。所以撒旦就用拔示巴，使大卫陷入这个情欲的网罗啊。于是大卫就犯了10诫中的第7诫啊，就是奸淫啊，不要奸淫，但是他犯了奸淫，而且他既然犯了这个罪，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啊越来越大。他要掩饰自己的罪行，他就一错再错，一错再错，不止犯了奸淫罪，还犯了10诫的第6诫不可杀人，因为他要谋杀这个乌利亚，才不会把他这样的一个奸情爆发出来啊，所以他就用计谋这个乌利亚真的是很忠心啊，回到耶路撒冷也没有回家跟太太在一起啊，反正都在营外。他因为都是备战，后来这个大卫干脆请这个夜雅把他送到战场就让他死在那里。他是间接的谋杀他所以大卫可以讲的说，他也犯了第6诫，而且他不仅犯了第7诫、第6诫，他甚至更犯了第9诫。我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一切任何的东西，当然不能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大卫他贪恋乌利亚的妻子，他就犯了这样的一个第9诫所以他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他也没有罪耻感他根本就好像没关系，要等到这个先知拿单这个拿单真的很为难，明知这个王犯罪，要怎么对他说？所以他用比喻说那个富有的人他有很多羊，但是他自己没有杀，去杀一只贫穷的，只有小小的一只，他把它杀了。大家听了当然是觉得那不可思议，哪有这样的人，很可恶啊！这个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哇！晴天霹雳，这个大卫没有想到先知对他讲这个话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其实他犯了罪，他愿意俯首认罪他抢夺了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大卫他还好有认罪，他若不认罪，我相信他的结局是很凄惨。但是大卫因为犯罪，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很难堵住，这个破口增加一个破口，又增加一个破口，导致他的家族真的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大卫我们看这个先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没有再狡辩，他能够坦诚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得罪耶和华了，他坦诚。有罪当然就有罚，先知拿单当然也要照实将神要对他的说话要对大卫说的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仇敌，你有这个破口，仇敌就攻击，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为了这个孩子他真的痛哭流涕，禁食祷告，但是孩子后来还是死了。不仅这个孩子死了，你看他的后代当中，哥哥跟妹妹这个堂哥跟堂妹就是不同的母亲的乱伦这个兄弟相残他儿子也跟他的嫔妃同床乱伦甚至他的儿子后来也悖逆，要造反这个押沙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就是一个没有战事的，太安逸的，太闲散的他就太松懈的，他就开始重情了一个闲情，这个灾难就到了这个好像这个咒诅的瘟疫就到了他就
使整个家庭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古代有人说生以忧患，死以安乐。各位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就是借着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心情过神要我们过的好像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应该要不可以安逸，不可以闲散，不可以松懈，甚至是纵情。那我们可能这个灾难什么时候到，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的最后，我用这个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第5章第8节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知道要谨守，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魔鬼好像病毒，看不见，但是它是最可怕的，好像吼叫的狮子，到遍地游行。撒旦他是等于是他是一个灵的存在，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在你身旁。当你陷入那个危机的试探之后，他就乘虚而入，他就吞噬了你。所以我们希望在疫情中，不是叫我们天天不好的心情，但是在我们一个好像闲情逸致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更多要亲近神，我们不要太闲散。我们看约瑟，因为得到了很好的梦，这个美梦得意的时候，他的试探就来了。好像潘牧师之前在讲了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约伯，他一切很顺利，哇，他孩子很多，家产很多，他好像过得很文武的生活，但是他就被撒旦魔鬼嫉妒，试探就到了他的困难就到了。我们看到参孙，他因为放纵情欲他不忘克制自己，他就陷入了这个大利拉的一个美色的引诱之中，将他那个成为大力士的这样的一个秘诀告诉了这个大利拉，他就被绑到大衮庙眼睛被挖起来，在那边推磨，直到他死的时候，神给他长了头发，又恢复力量挣脱那个手链，使整个大衮庙倒下。他死的时候杀的非利士人比活的时候更多，但是他成为一个悲剧英雄。今天我们看大卫一样，因为太闲了，所以他就陷入试探。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彼得前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谨守就是不是肉体上的醉酒，是心灵上的醉酒，就是自己整天好像胡思乱想，可能不知道在做什么没有一个节制稳健的生活。那我们警醒就是要提高警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疫情中，上帝赐福你能够调整心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能够享受神给你的家庭生活使家庭生活非常的快乐好像闲情逸致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是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闲散了太松懈了甚至是纵情，以至于撒旦魔鬼就在旁边等着你。希望我们在周报，我们在报告都有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我们奉献不停止。希望我们在疫情中，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疫情过后，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他来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感谢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凡敬畏他的人一定蒙福，一定能够领受他所赐的，无论是在疫情中，没有在疫情中，时时刻刻他给我们能够过着神所赐福的生活。
充满他所赐的富足和丰盛。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诗歌，我们来回应他，我们来祷告。我们要唱一首《充满我》，愿神他用他的话充满你，圣灵充满你的心。哈利路亚。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的全人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各位弟兄姊妹，让神的话再次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他的话充满，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走讨他喜悦的道路。阿们。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在疫情中的家庭生活来祷告，信仰生活来祷告，让我们在疫情中，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保持，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美好，阿们。我们自己也能够心中充满主的平安喜乐，好不好？我们为自己跟家人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中，虽然我们依然有时候不能去上班，我们有时候要在家中，但是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另一个福分，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家人能够相处。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握家人相处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一起能够祷告。主啊，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我们有早祷会，我们有主日有很多场的礼拜。主啊，我们可以在线上，我们家人能够一起礼拜，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主啊，我们可以一起玩乐。主啊，我们一起享受家中的一切的美好。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主啊，让我们把握。主啊，让我们不因为这个疫情以至于影响我们的心情，破坏我们的关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保守我们的家庭，祝我们的家庭好像伊甸乐园一样。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你的赏赐，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为我们肢体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或是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的工作，可能疫情的影响，我们也求主帮助。为我们办公室及线上聚会，每次都要服侍的同工，无论是敬拜团，无论是要负责直播的同工，我们都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好不好？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主啊，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肢体相顾，我们能够彼此代求。说我们当中有人身体软弱，
有的有的意外主啊，求你都眷顾，主啊，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给你，仰望交托给你，他们的身体，求你能够医治，让他们得到医治的恩典，让他们在许多的软弱当中有神的恩典来护庇神的能力来护庇，主啊，让弟兄姊妹在工作上能够顺利，主啊，在疫情中求你都保守，求你都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不因为疫情停止了聚会，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不论各样的聚会，主啊，都有人服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同工灵魂体都兴盛，让我们的服侍尽都亨通顺利，主谢谢你。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为我们台湾的疫情，其实我们讲说滚动式的调整，那当然不只是现在，不只是那个北龙或是黄山现在我们知道台北市疫情比较严重，无论是环南市场或是永春市场，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主怜悯，让疫情能够获得控制，让我们的疫苗能够充足，我们能够施打顺利，效果良好，让台湾早日脱离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好不好？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向阿爸父神来祈求。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很软弱，主啊，靠着人，我们有时候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无能为力。主啊，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降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求你帮助台湾。主啊，帮助台湾。主啊，帮助我们指挥中心的所有这些官员。主啊，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主啊，在各县市的指挥官。主啊，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恩典。主啊，让我们的同胞也能够配合。主啊，特别我们真的为台北环南市场、永春市场，主啊，这疫情能够控制，主啊，让整个疫情能够得着控制，主啊，你能够止住疫情，主啊，求你止住疫情，主啊，求你止住疫情，主啊，我们谢谢你，让疫苗能够更充足的进来，主啊，让我们百姓能够因着疫苗施打，能够有抵抗力，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疫情所带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威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敬拜你。充满我，浇灌我，是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主你来充满我们，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哦，充满我，浇灌我，是我灵的满溢，充满我，接吻我，更新我。我一生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最后一句说，我的生命属于你，生我一世属于你。是的，主，我一生我一世都属于你。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讨你喜悦，让我们更多的与你亲近。主啊，让我们能够让你的爱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心里面，赐我们在疫情这个阶段当中，主啊，我们有美好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有美好的跟你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也赐我们，不仅赐我们平安，我们喜乐，让我们富足，让我们所做的尽都亨通顺利。愿你赐福弟兄姊妹，不断的领受从神的恩典，能够在疫情中仍然能够体验到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的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他，让我们在主日无论是8点的台语礼拜，还有10点的华语礼拜，我们礼拜6有青虫，我们周3有祷告会，每天早上有早祷会。希望我们在家中，我们能够亲近神，神把他的恩典天天赐给我们。上帝祝大家平安。